Hello 姐姐你好啊， Hello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Indati，可以叫阿燕。阿燕，係啊，你幾多歲啊？我而家45歲。45歲，你結咗婚未㗎？我冇結婚。你有冇結婚嘅？好啊。咁你之前喺邊度做嘢㗎？以前試過係馬來西亞2年，跟住喺香港24年。哇，咁耐香港。好，你馬來西亞係2年，照顧咩人啊？嗰度好多人，有個小朋友，有 BB 到小朋友有5個人啊嘛。跟住爺爺媽媽，跟住先生太太啦，哥哥姐姐同埋妹妹，好多人。係，咁喺香港話24年係咪？話照顧咩人啊？喺香港第一次係何文店嗰個係嗰個中風個爸爸。中風嚟㗎。係啊，跟住喺紅磡嗰個即係有心臟病啊，有 cancer 咁樣嗰啲16年啦。跟住係7月中咧，嗰個有 cancer 係骨髓啊，嗰個 cancer。呢個癌症係咪？跟住咧係北角嗰個係 dementia 2年。有小朋友3個小朋友，有啱啱出世嗰個小朋友啦，有2歲啦、4歲啦咁樣啊。即係照顧個 BB，跟住2歲、4歲小朋友。咁照顧個即係之前有病嗰啲係咪都係哥哥婆婆？幾多歲啊？哥哥嗰個90歲啦。90歲啦。OK， 好，咁即係你要幫佢沖涼換尿片嗰啲㗎喎。齊晒啦，要嘅。要嘅全部，即係你都識嘅。OK， 好。咁你驚唔驚？你驚唔驚貓狗啊？係咯。我唔驚嘅，因為哥哥嗰度個孫好中意貓貓狗狗，佢養貓貓狗狗嘛，但係唔需要我照顧嗰個貓貓狗狗。OK， 咁你嚟咗香港咁耐，你應該一定出去買餸啦，係咪？係嗰個係好平常嘅工作，我識。平常工作 OK。你識煮啲咩啊？可唔可以講下你咧比較拿手嘅幾個餸？我覺得冇咩難手，係需要時間嗰個咯。如果燜嘢咪需要好多時間，但係好簡單嘅，乜啲調料抌晒就得㗎啦，係咪？其他嗰啲嘢又簡簡單單，如果菜3分鐘就食得啦，蒸魚2個字就食得啦嗰啲咯。其他啲嘢煲湯咧？煲湯都 OK 係啊。你識得自己去執？執材料，即係蘿蔔湯啊、滾湯啊咁樣嗰啲羹啊咁樣嗰啲。羹都識煮。煲湯嗰啲餸 OK 嘅。好。執嗰個都要學，都係可以。OK， 好，唔該姐姐。唔使。